老爷，夜深人静，你不在房中安睡，窥视小院，却是为何？弟子见老爷总在这内不转茶万不思，再也不眠，故而在此祈祷苍天，但愿老爷不时失意，国泰民安。唉，国事尽现，岂能安宁？老爷定着与张文、张大人他们素有来往，我不请张大人前来商议。张大人他已经被你这战胜了。此举事关重大，非你辈可以知晓。弟子身逢乱世，怎能自杀盲唉，朝中纷争无疆，
用良计妙策，尔等贵重失色，须得度矣。老爷，老爷呀，兵必刁钻得独眼，我也欲强纵于藏胸间。女儿家虽登朝廷寺，说什么无有其美自权见。东方尊权神人，吕布之娘更胸前。天下百姓苦道远，朝中君臣。
妻子保护自己，老爷但是何法？这吊座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牛座的连冠。你可知这连冠之意么？莫非要我引述这连冠之妻？是啊，东族与吕布既好色之徒，我欲将你先配吕布，儿媳东族，力解他们父子之情，使他俩反目成仇，死相残杀。丢错，我与你实了吧。东族曹魏迫在眉宇间，这欢色江山，非你不可知也。弟子虽虽生死有，可是今不难当儿。我也顾不得那些了。谢门，别遭你们死罪。老爷放心，弟子才有所为，定是与乱见之。好，即使是你我全父女相称，一定更好名声。此次弟弟在场，随女儿一拜。请老爷，禀老爷，吕温儿驾到。哦，来得好快呀！有请，是有请。将你举身原因，放往死城。奇怪，奇怪，家园在拜言是拜言，怎么老死就要逃走？若该举谁不成提议，放我儿效力，请。吕布这是相父一名将军，你乃朝廷重臣，承蒙结配，怎管长从？方今天下，飘无英雄。非将军一人而已。下官不是尽将军的职位，尽的是将军的红尘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问儿，其他人去。啊，文儿。
情公公，下官奉请举一杯。功高王从汉明正，公开四季岁天明登平文，到那时文儿便是秦公子。万望铁骨团圆，到那时，我吕布应报你一位知识高深，多谢文儿，且。太师才人前来相亲，谁有要事相商？知道了，下去。是。啊，文儿，下官送来的康宝金果，不知可否食用？哎呀！我倒把它放弃了。司徒大人，这金官好极了，胜过我求人所带的。但不知这金官是哪个两公所制啊？哪里是什么两公，乃是我小女所制啊！哦，想不到灵儿是聪明能干呐！哈哈哈哈哈！女工嘛，乃是小女的本分，她玩顺语而却略通过。呀！此次多才多艺，我吕布实是闻所未闻，皆所未见呐！可惜我吕布无此言法，实是文儿不幸，待我唤他出来问过。是的吗？是的，你我乃通家之好，当顺是的。是的的，是的的。此外，请小姐出堂。是，请小姐出堂。文儿，请。小姐，莫非就是灵儿么？真是小女，儿啊，少你说的却是你平素金木的玉文儿，快快拜见。我内在上奴家半佛，不管的很呐！
哈哈哈，末将万里。啊，老大人，小弟计算测得当嘞，那与残雷帮之理哟。哈哈哈哈！温儿在此，那与他的所为，只怕死不得吧？因我乃通家之好，当算死得的，死得的，死得的啊啊啊！啊！哎呀，快谢过温儿。谢啊，小姐请，温儿请，我乃请请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太末将奉敬小姐一杯，以谢之金冠之情哦。哎呀，温儿，啊你，哈哈哈哈！正与此理，我儿还跟许温儿大战才是啊！待奴家先敬温儿一杯，温儿请。不管得很呐、迎宾花影，一群才。万子女女，下凡我在那8万军中心不同人。反观受尽偏不开。哎呀，温儿，你的剧都拍在衣襟上了。哎呀，不妨事啊，待我为请小弟也悲呀。请老爷见取女子。知道了，下去。老爷还是机兵在错，我不下去。啊，老大人，何事都不紧要啊？哦，是令在那里要我去上你机密他事。大人太师召见，正与不去之理哟。哈哈哈哈哈！举成几杯，哪有去罪之理呀？既遇要事，老大人你就快去吧。哈哈哈哈哈！也罢，让我就去。是。儿啊，你在这里陪温儿说说，为父少听偏来。哎，小姐才吃白饱，只怕死不得吧？是的，是的，你我乃通家之好，当算是得的，是得的，是得的。啊啊！哦，待我再来敬温儿一杯。哎呀，聚冷了，才晚
快去拿酒来。是。啊，儿啊，你在这里陪文儿多饮几杯。弟弟，怕什么？文儿又不是外人，你要知道，弟弟在朝中也是要娘长文儿的，为父区区便来。是弟弟，你要快去，快来呀！为父知道了，文儿，请。他人请。老大人，你要快去，快来呀！小姐。啊，文儿，请啊！小姐，请啊！小姐妻子恨我结归，唐小姐司马威，一子小姐关何名？小事要算，望君莫笑我不才。好，刁帅这个名字取得好美呀！弟子今年有几岁？啊18，弟子你可曾这血鸳鸯啊配？呀，文儿，你怎么问起这个来呀？凤凰嘛，与红芳呐。奴家年月帮姐姐，有万辈子才珍贵。天生丽质美小姐，月老早给千美来。你今云是贵中间，此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君子好逑。空恰金碧先生天，美女英雄终身靠啊！一岁。英雄啊，我弓马也若好绿金，手
18怪妇人去见陪，父老关前转之后，一知我英雄两字空相配。今天下谁能拿定？宽称英雄实无愧。小姐将我英雄称，真奈我英雄不与为生向你去，去什么？潮水莲花平地开。莫将家族母对战作为媳妇，还望小弟随行。啊，小弟，你也该有个媳妇见我啊！连环，曾与我妹要肩背，但愿那空隙宿水皆同心，他知他君心莫测门了花人归。我望受命有灵验，
吕布，我请你挖到营去，一名小女出来陪我，你竟说，哦，莫非你醉了不成？我醉了，我是醉了。真的醉了，不能怪你，是我小女不好，陪我换她出来，当时这个小妾老大人当不得，当得的，当不得。哎呀，老大人并非临爱之事，是我最后失礼哟。哦，原来是此啊！啊，老大人临爱这是窈窕啊。看你模样，莫非与喜爱小女之意吗？好，既莫问儿喜爱，愿将小女她。你得怎样？许你为妻。此话当真？哎呀，我也没有喝这一句，当算是真的喽。此次有武大人在上，请随小婿大礼参拜。老大人，还不知吉期定在何时？吉期嘛，今天13，就今天吧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明天14，明天也好啊。14是吉日，只是不远。这以后方呢？即使你我能通家之好，这也万万使不得的。这几时才好啊？后天是15，是单身，也不好。好，16，他接大礼，去送小女姑父完婚。一听小婿告辞，请。传起太师，司徒严礼，谢太师。司徒相邀，清朝太傅，万方黑好。起过，请太师实习。司徒，那是上台造业，可知少中有神议论。上闻司通18人之后，图谋不轨，才予应得。此次不法，老夫杀他，你是该与不该？穆君王犯上作乱，该杀！该杀！杀是谁与张文一波心怀二意，我遂叫他师父掌声之天。
太师出席。慢！今日之夜，因何而色？这，请太师平退足语。太师用笔。江山遥远心自红，今来杀君臣分，难料再续剧终。因此我今生十夜空欢迎还望天随容风。太师请，师徒请。吩咐歌舞常来。是。姑母上来。太师请。情
妙啊！妙为孙之人，皇后名字名唤刁传。哦，刁传啊，好响亮的名字啊！是的，他今年几岁了？18岁了。哦，18岁，哈哈哈哈！老夫我怎么？他18岁，老夫我58。哈哈哈哈！巧切了。公子就是，真是个美人呐！啊，是的，我眼下都想起一些心事来了。不知太师又有心事啊？是土公。我多转朝刚好为父梦，富贵王家一本通，家喻经营得成才，恰不与家人相遇东。太师家里七千多，真美是用之所风骚风云并不上，四度父宗孤其家。看不知太师写哪一个啊？就是那名唤刁传女娇哟。刁传嘛？是啊。哦，小女刁传能侍奉太师，祈福不谦，王于理当将他送到府上。什么？刁传那是你的灵哎！是啊。哎呀！是此作罢，是此作罢。太师，你手变卦了啊？刁传那是你的灵哎，老夫我岂可算之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启蒙太师见，愿将小女谢于太师，报得太师之恩呐。当真？当真。
至此谢过师童。哦，岳父大人。哎，你愿将小女许配老夫，不知令儿意下是何啊？哦，太师言之有理，待我唤他出来问过。菜官，请小姐出堂。是。太师少台，待我与小女言明之后，这一良辰将她送到府上骗了。只要令儿应允，今日便是良辰呐。小弟出堂。儿啊，快去拜见太师。拜见太师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儿啊，方才你谢谢过我，太师满心欢喜，要娶你这副慈儿太师。儿啊，太师德高望重，为父已经应允了亲事，不知女儿意下是何啊？女儿婚姻，有弟弟主持修饰。儿啊，若你采完陪将同去，今日你就在太师为夫。儿啊，你要小心此儿太师。女儿知道。来呀！陪妻相处，我与夫人同归府门。太子为父，太子为父，太子谁入来？宋太师。请小姐诉账。
去歇歇吧。至今欲将你送于太师。哎呀，王儿，你听我说，丢船，丢船！太我见你有必要绣花之貌，温受体贴之情，老夫我十分欢喜。稍后得了皇室江山，定将你封为东宫娘娘。多谢太师。宿舍非常早，不知宗主那里可有消息？啥时平安无事，老夫我也好早设登基。早算之后，待我少放一转，以便听得。什么？太师你要上早去？是啊。哎呀，太师，你还是不去的好。却是为何啊？太师呀，
不见金钟神应邀。对对，金冠生胸罩，举止轻微烈嬉笑，歌唱快宽富豪意。莫非是吕布那个小奴才？见他年轻貌精巧，黄花脸色气鲜艳，但他王位大心骄太师不要去上朝，年久见亲。不来走。啊，美人，太师，你不必害怕，吕布乃是我的命令之子，谅他不管。太师，美人，我于是区俱来哈，区俱来。就说你不要害怕，你胆子好大。你不知道我想你想得好苦啊！就说呀，你放心呀，你放心呀。说什么？我是来想，我是来想相府访安的。还有后事？这别无他事，别无他事，就退下吧。你在看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没有看什么。凤仙，你我三世父子，以后要来见我，还需通禀一声。这里是我爱姬的卧房，不能随便出入，知道吗？凤仙，都有何吩咐？你在东张西望些什么啊？少不念父子之情，今日定将你死谁？还不与我下去！他固有此意呀！太师，是真是假，一分晓。第四间前来皇告，吕布当诈你不念，尽管将我来吊销。倘若太师吕妾身，丢孙谁做免不了。哎呀，太师啊！
这是老夫莫下争取永生，故而留他在我身边，待当大事成功，再将他调往别处，也就是了。哦，太师莫下争取永生，事事后退于他，可他却不念无知之人，大胆妄为。太师你又不愿加以惩治，看来前妻是李伯做到的了。我在世上还有什么脸面？我还没脸面。也罢，请太师赐我千万宝剑。舍不得。也罢，杀死他，再来调戏于你，我就不轻饶。见到文儿没有？见到了，我与他是得便就来。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是。差官，啥时太师回来？什么在凤仪亭赏花？谁是？知道了。你们才官专心让我来吃，不知为了何事？为了何事？啊！唉，想不到你竟是个违心之人哦！刁说，我叫你承认我的女儿我终日陪于身边，你们才官专心让我来吃，我恨不得插翅飞来。正爱我义务要我送他上朝，不正说理，是我趁他不备过来呀！小姐呀，小姐，你就是我不心呀！你这真心对我，也该使我苦着才是。
姻啊缘，恰为我怪为臣妾心怪怨。眼见头转交房冲，塞门还是且忙完。害得我终身为你苦相思，害得我情丝难断魂外断，害得我情丝难断魂外断。难高攀，愿子愿兄红灯接风轮，那夜色眼前得见你温面，还是送我有谁知啊无端风波平地情美梦姻缘须断。见你温儿是无机缘，黑门之差大天涯，总算与梦遥。此横动作老偏不强把我的气转。小姐，小姐呀，你对我一片深情永不忘，吕布其实投降。
色团张望，残妾神内心惶惶，茶不与你曾上对，枉为英雄悲好还。小姐，我听说这怕老子这棵秋要开草，我要走了。什么？你这次离我而去？这怕老子未来长街多有不平。唉，我原以为你是个英雄，故而将我的终身托付于你，想不到你竟是个胆小失痴之人，竟算是此这样惧怕老子，看来你我终远是无望的了。我今日再来看你。你既不能娶我，还是让我对此事情了吗？小弟，你不能死，小弟，你不能，还是让我去死了？我去死了！去死！萧爽，萧爽，萧爽！你不在我同在手中，恰因我这次风雨庭长，你休来管我！小奴才，小畜生！立天不巧，水不远，叫你师父三尺棍！你强硬非礼，死狼拳！我满腔怒吼，胸中酸，胸中酸！我是纯洁，今日听要张律命，英雄何去高皇冠？奉献啊！他调戏我的爱妾。哦，是真的吗？他的吊船强硬费力，是我亲眼所见。哼，杀不杀死他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哦，原来是此，这是什么？岳父，你可记得昔日楚庄王结姻的故事吗？吊算经验女子，而那吕布乃是岳父的新锋芒将。来日岳父入了龙庭，天下美女任意挑选，何苦为一吊索误了江山？不是趁此机会对那吕布说好，将吊索赐予他。那吕布听说关恩岳父啊！你且下去，用武再想想。是。
无来访你，你因我与奉献私通啊！冤枉啊！讲太师，刚才我生活来到花园，谁知他上前与我来纠缠，说什么房檐要穿，说什么雨水同欢，说什么他是堂堂太师子，说什么今日真是好奇缘，也谁将我的衣襟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太师啊，他来报前去，我心慌乱啊！雕琢，吕布既见爱于你，我须将你赐予他为妻。他少年英俊，你年轻美貌，你们真是天成一双啊！本此言是体痛三环，一阵阵伤心，一阵阵酸啊！情此期间人间伤，太师你怎把天下蒙瞒？你不怕世人来耻笑我随境起风，真心关，一骑随手夺深渊，也罢。不是黄土隆中也命英娟，让我去死什么他太师啊！美人，你不必如此，老夫我心里就是了。太师，又将吊船赐予吕布，莫非出于离日之意？这个依啥天心太爷将吊船赐予吕布？那太师，你的金面又置于何地？太师，你既不顾自己的金面，又永不得见亲，还不是让我去死了？还是让我去死不得，死不得啊，美人！岳父大人，方才之言不必再提，只要我不是吕布之才，也就是了。这个岳父，你不能听信无人之言，把苏的江山毁于一旦啊！自亏！你怎么不把你的妻子去送给吕布啊？啊，我是你的女婿呀！
岳父大人，这里还不我下去。是。多谢太师怜吊船，免得吕布再来纠缠不清。明日请我东去美吾小事。多谢太师。心情酸，伤悲于斯，于斯我。这床位迫在眉间，老子此去美物，定算内中于诈。那美物兵精两重，进而能转，退而能顺，非连手能取也。何不趁老子在美物之际，朝廷追本？朝中都是老子心腹，岂能当朝尽诛？何况先帝于是老子所料，追本何用啊？那以司徒大人之见你，若知天下公正，还得见吕布之手。吕布怎为老子反我？我已派人前去请他过来议事，引他上钩。吕王回到。我们前去。大人，今日唤吕布前来，不知有何要事？啊，文儿，须据别人与你相见，今日特请你来喝茶。大人客气了，大人唤我前来，恐怕不只是想请我喝茶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文儿，我与一时不明。太师登基在望，却为我特双庄王美误去了。我想你与太师乃是父子，故而请教于你。不知太师这是何意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文儿，切勿之间，你可曾与我女儿见过面了？他生那日相会同一地，两人须经6日后，巧被冒着来关见，他不知羞耻犯禁头，骂我出身万不配，竟把见之间想夺手。身为太师不知耻，苦那自去不觉虚。下官上前官长退，害得你英勇名声于四川。
老者之下父亲节，不知情分你离开。哎呀，我儿，不可，不可啊！怎么不可？你他三必是知情话说，谁明明也只为出他全门，谁说是转气盆难容尘。万年堂，宽待你情深意厚。他心动，我心绿；他不敬，我不逆。是君父子，不是去，不杀情深。是不许！大人对吕布杀人美物，请拿老臣。啊，王儿，你虽与一生妇女，但须知那美物内与十番雄兵八岁，七尺高墙，几百生意，一岁难过，你可要三思啊！这难杀我吕布也。王儿，下官也是非父之话，大人请讲。王儿，向东庄那老臣腋下去棍强壮而喜，实是来世登基做了皇帝呀！又不知天下间有多少女子要像小女一样被他夺去，又有多少男子要像温儿你一样惠恩终生啊！这好闹神也。我们事情天下之后，皆痛恨老臣，使我们能反改一计，使皇上辞去老臣。既能他为小女，又能立功于社稷，你看是何啊？既是此，吕布听从他人调遣，便是好，请。此经是该做我查水呀。老臣身具美物，必须先应酬策动。这是死后引他。我已有联络朝中众位大臣，控制温儿也必自理。啥能特为妻？我听报有无大恩他的。我查以心腹之身，取到美物，假装圣旨，将老臣撇到城外，温儿即可服侍，妻儿杀之。这是派后人前去，方能引得老者为曹。李肃，李肃曾推荐于老者，就为父子，派他前去，假装圣旨。老者听说不为生意，他是必能成功。好，即使是吕王儿听令，才你要召集营士，不得有小心了。是。
着他眼泪一阵的往梦，把生迷蒙。见王朝，孩儿今难见，雨不眠，终于连王自己也望必老，满腹心思与谁人？指望弟弟早来到，谁知高相思高山，风筝断线。银杏摇，银杏摇，银杏摇。江城民间家言笑，城中为的八国宝，闺中岁月是流水，要传真空最老。见着转转他眉河，我催他去上朝，先迎老这场红去。射金龟才把吕布掉，再把吕布太师，你起来了，睡得可好啊？好，好，刁钻，我方才得了一个好梦，梦见巨龙早生。太师梦见巨龙早生，定是喜事来了。哦看来大事是指着可成了。太师，你总是怪我身居美妇，朝政都不理了么？这恐帮人背后思想。在国抗业。少廷，我早已安顿好，这是奉谢这个小畜生，是我手下的一员莽将，杀是百姓于事不理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不过以前去看来，太师你还是早日围绕立正才好。此话
怎讲？太师，你咋身在朝中，一则可安群臣民心，二则可观察动静，监记营事，以便早晨定谳。美人说得于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美人啊，你真是我的眼儿子啊！岳父大人，圣旨下，圣旨天子下诏，将之。拜见太师。有后君之。诏曰：朕身官中监，不可临朝理政。太师这张草稿于位，并自在今于公。愿为文武以为养典，传位于太师，特下此诏，接旨。令之。哈哈哈哈！岳父大人，今日特传小王诏，莫非其中与其巧？天子龙体已全于，怎为不断听来诏？从来何过不与臣，生死王位难预料。满朝文武争淫乱，半朝天下是臣笑。太师，颁诏一笔，我要复旨去了，告辞。行。岳父大人，眼下正是紧要关头，是余臣假传圣旨，这一失准，我等岂不前功尽弃？眼下不能与臣我算胜，故而不得不督驾提旁。你真是寄人于天。什么？我说你呀，真是寄人于天。天子下诏，真为于家。太师，是真是假？这些看一看诏书上面，可谁不就明白了？对。哈哈哈！玉帝，玉帝，这官是此大胆，是给牛心。牛心虽传不假，这是太师不在朝中，天子与我平不起。这牛心在谁的手里？要不还需三思啊！朝中不是有太师的心腹之人吗？对。太师，以前去看来，你面子明在早当成才是。要不不可，千万不可因美色无事啊！你是此听信无人之言，则恐大逆必成，无济是生啊！太师，要不，要不，见妻如今记账，身为巧苦处难熬。方才太
了防贼曹。君自信多君子，阻拦于诸君王朝，岂不投平起王国四成效？太师你是此听信历史也，吊帅我一片忠心，王如老。不美或自乱人心，恨不得将你生恨哟。哎呀，太师，你太师，有不注意我自我。后知后许多以来，肩膀起托把事情，老夫梦中早已有今朝，真情也就在定早。美人啊，明日一早与我一同进京。有不大人，太师。美人，随我来。美人，快来呀！李都尉，请。请。京城红子此间你，为抗王民了也曾，生擒我国永为先，功成重赏金红印。走。是。王儿，只是口正准备，求须雄兵列阵，一起召集营事。好。报。太师一众美物，交着其成，贼屯是。史大人，动作一到，即可宣告造势。文儿，可命手下分兵包围内务，查抄老子进家。是。报。
老子一到，我等才知公应便了。问儿去。太师驾到，接驾得令。太师驾到，太师驾到。今日老夫登龙庭，当今天下不为尊恩，但不且想龙门庭。臣等恭迎圣驾。我把江山掌乾坤。有不好人，有不须别较真，要望恩宗同到底。尔等因我把戒备，赔钱从未报应，唐山余生官为子，龙泉三层不能轻。太师登基，何须赔钱？孙子小戒子。乱臣动作啊！乾隆威权，仅更需以谄媚地位，整心难忘，为此下诏讨伐老臣，虽是叛团。大胆！你尽管哄骗杀鸡老夫啊！老臣来人呐！居家！无家来人呐！无家居家！不家。啊！木儿奉献哪里呀？奉献木儿，奉献木儿奉献来也。奉献，奉动献。作，老臣不该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专弄权柄，灭杀百姓，谋造篡位，颠覆皇上，以致四海纷乱，民怨沸腾。今日里我国莫义，神圣禁欲，生儿子女，亲儿子对，臭儿子淫，杀子国，不是之不至
先生不知一平头。奉谢，我儿奉谢，奉谢，奉谢，奉谢啊！为民，请死